大家好，今天我准备给大家做一个香辣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香辣油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草果、茴香。这些香料呢，我要分两部分，一半用干炒，一半我要用油炸。好，大家看到我把这个香料全部装进这个锅里面，给它干炒。火呢要小火，我不要让它糊，糊了以后那就不好吃。如果这些香料糊的话，你口就会苦的，就不会有这么香味，就不会很好吃的。好，香味出来了，现在准备给它弄出来，不然它已经开始冒烟了。这就是刚才我在那个干炒，在那个锅里面炒过的这个，我要把它弄碎。好，现在看起来这个，看起来这个已经可以了，已经很碎了。已经很好了，可是我不会用这么多，我放着下一次我再用。好，另外一边我把这个油给它烧开，然后把那些一半的香料给它放进去。现在我已经把它倒进去了，开得很厉害，大家看。等它香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停火。这一次我只有辣椒片，没有辣椒粉。如果有辣椒粉的话，大家记住，这辣椒里面一定要放盐，才会更好。大家看到了，我用这个把这个滤出来以后呢，我没办法录，所以呢，现在已经把这个油倒进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在这里面把刚才我打碎的那个香料啊，给它加进去。现在呢，这个味道已经很香了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哦，这个勺子已经很烫了，大家看见了啊？这个呢，这个油看起来还有一点少，我还要再次加这个油，因为呢，我还没有把那个豆瓣酱去炒，这里面一定要把那个豆瓣酱炒了一下，把它装进去的话，那更好吃。这就是我刚才滤出来的，现在准备把它倒在垃圾桶里面，再弄一点油，这个是来炸那个豆瓣酱。大功告成，味道特别香。哇！